外国媒体有讲，咱台湾是过路人的地角。目前全国总共有265大当咧使用科技执法，敢若今年到5月底就掠81万件。台北市启用34大科技监控执法了后，这交通违规也降低95%。行政院也继续对教育、工程执法监理等4大面向来改善这过路人的道路安全。我在插过路人当在过车路，拄越过来的这台车就安尼直接对头前驶，随后路口的监视器翕落来。搁有这台货车，同款嘛是无停让过路人，互摄影机是翕甲清清楚楚。这是台北市市民大道和敦化南路的西北角，市府就伫遮在进行科技执法。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可能人家会比较警惕一点吧。整个市区的街道规划就是有点混乱，然后导致就是机车啊、人啊，然后跟就是一般的车，然后都在抢路权，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，就是可以想而知这样。台湾和国内外的人士拢批评是过路人的地角。目前全国有265个所在拢实施科技执法，敢若今年的1月到5月底，就处理81万外件。其中台北市有34个所在有科技执法，包括区间的平均速度、关键道路多功能、路口多功能和违规停车等等。启用了后，违规嘛大降95.5%。经过 AI 还有这个科技执法整个电脑运算采证过程，初步筛选出来以后，我们还会有远景来认证过滤。台北市警察局按算今年会阁规划建伫4个路口来做科技执法，来互人唔敢黑白违规，降低匝道来路检的风险和警力的负担。行政院嘛会透过教育、执法、工程和监理，结合中央和地方，互过路人交通事故大大减少。未来3到6个月就会当看到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